今日講下呢個鵝掌肌腱炎。咩叫鵝掌肌呢？鵝掌肌即係膝頭哥裏邊斜面呢組肌肉，呢組肌肉咧有三條肌腱混埋一齊。第一係縫象肌，第二係股薄肌，第三係半腱肌。大腿嘅三組肌肉源自到咧呢個膝頭哥嘅內側，就係俗稱鵝掌肌。其次呢個位置咧疼痛咧係比較常見嘅。大家好容易以為係個膝頭哥嘅原因，其實係大腿肌嘅原因，會表現咧係呢個內側位嘅疼痛。第二咧就係會有個酸脹感，會脹住嘅感覺啊。如果自己疼痛得明顯嘅時候，有時候會表現寒膝頭哥咧呢位痛，但係膝內側咧可以明顯出現嘅。然之後平時上落樓梯都會痛得犀利，係多見於咩人呢？成日揸電單車或者成日企成日行嘅人會多見呢種疾病。